想象一下，你手上面擁有一隻價值連城、全世界無人不曉嘅超級名牌。呢個品牌歷史悠久，代表住高貴、奢華同埋幾千年嘅文化底蘊。基本上，全世界每一個人聽見呢個名都會肅然起敬。但係有一日，你突然同全世界宣布，你決定要將呢個金漆招牌掉落垃圾桶，改用一個大家都未聽過，甚至好容易同隔籬鄰舍搞亂嘅新名。你聽到呢度，係咪覺得呢個老細一係就瘋狂咗，一係就同自己筆錢過唔去？但係喺現實歷史入面，真係有一個國家做咗呢個咁驚人嘅決定。呢個國家就係我哋今日熟知嘅伊朗。喺1935年之前，全世界對呢片土地有一個更加響當當、更加充滿神秘色彩嘅稱呼——波斯。講起波斯，大家腦海入面一定會浮現出精美到極點嘅波斯地毯、高貴優雅嘅波斯貓、阿拉伯夜談入面嘅神話故事，仲有歷史書上面同古希臘打得難解難分、版圖橫跨亞歐非三大洲嘅波斯帝國。波斯呢個名代表住至少2500年嘅輝煌歷史，但係偏偏喺1935年，當時嘅波斯政府突然向全世界發出官方照會，要求所有外國政府同埋外交機構以後唔准再叫佢哋做波斯，必須改口叫佢哋做伊朗。呢個決定喺當時嘅國際社會引發咗一場大地震，好多西方國家嘅外交官睇到份聲明之後，直頭一頭霧水，甚至有人將伊朗同隔籬啱啱獨立無耐嘅伊拉克搞亂，以為兩邊係同一個地方。咁到底點解波斯要喺1935年呢個咁敏感嘅時間點，突然放棄呢個擁有2000幾年歷史嘅超級品牌，改名做伊朗呢？呢個決定背後到底隱藏住點樣嘅地緣政治陰謀、民族認同危機，同埋一場同納粹德國扯上關係嘅歷史風暴？要解開呢個謎團，我哋首先要搞清楚一個最根本嘅問題：到底波斯同伊朗呢兩個名在本質上有乜嘢分別？其實對於生活喺呢片土地上面嘅本地人來講，佢哋從來都未叫過自己做波斯人，亦都未叫過自己嘅國家做波斯。波斯呢個詞語其實係一個外來語，或者更加準確咁講，係西方人夾硬沙俾佢哋嘅稱呼。呢個故事要追溯到公元前6世紀，當時喺伊朗高原西南部一個叫法爾斯嘅地方，興起咗一個強大嘅部落。呢個部落嘅領袖就係歷史上大名鼎鼎嘅居魯士大帝，佢統一咗成個高原，建立咗赫赫有名嘅阿契美尼德王朝，亦即係第一波斯帝國。因為呢個帝國嘅發源地係法爾斯，喺古希臘語入面就被讀成波西斯，傳到羅馬帝國時期就變成咗拉丁語嘅波斯亞，最後演變成英語入面嘅波斯。古希臘人同古羅馬人因為同呢個帝國打咗好多次仗，對佢哋印象太深刻，所以就用波斯呢個地方名去指代成個帝國以及帝國境內所有嘅人民。呢個情況就好似因為古代中國嘅絲綢好出名，羅馬人就叫中國做絲國，又或者因為秦朝或者契丹嘅影響力，外國人叫中國做支那或者契丹一樣。喺西方人眼中，波斯就等於呢片充滿異域風情、強大而神秘嘅東方土地。但係生活喺呢片土地上面嘅人，佢哋自己點樣稱呼自己呢？由始至終，佢哋都叫自己做伊朗人，叫自己嘅土地做伊朗。喺古波斯語入面，伊朗呢個詞源自亞利安，意思就係亞利安人嘅土地。早喺2000幾年前嘅薩珊王朝時期，佢哋嘅皇帝就已經自稱為伊朗，與非伊朗嘅萬王之王。喺本地人嘅觀念入面，波斯只不過係佢哋國家其中一個省份。雖然呢個省份出過好多皇帝，但佢唔代表成個國家。既然本地人一直都叫開伊朗，點解又要等落去，直到1935年先要求全世界一齊改口呢？呢個時候，我哋就要將時間倒流返去19世紀末到20世紀初。當時嘅波斯正處於歷史上最黑暗、最屈辱嘅時期。當時統治波斯嘅係海加王朝，呢個王朝嘅皇帝非常昏庸無能，整天只顧住自己享樂。面對西方列強嘅船堅炮利，海加王朝根本毫無還手之力。北面嘅沙皇、俄國同東面、南面嘅大英帝國，將波斯當成佢哋玩大博弈嘅棋盤。
波斯嘅國土被強行劃分為3個部分，北部係俄國嘅勢力範圍，南部係英國嘅勢力範圍，中間只留返一個名義上獨立嘅緩衝區。波斯嘅海關、鐵路、銀行，甚至連軍隊嘅控制權都落入咗外國人手中。特別係在1908年，英國人喺波斯南部發現咗石油，呢個發現無疑係懷璧其罪。英國隨即成立咗英波石油公司，將波斯嘅石油資源瘋狂掠奪，波斯人自己反而分唔到幾多利潤。喺呢個時期，西方人一提起波斯，腦海入面浮現嘅形象已經唔再係古代嗰個金碧輝煌、武功赫赫嘅大帝國，而係一個落後、迷信、腐敗、任人宰割嘅西亞病夫。對於生活喺水深火熱之中嘅波斯知識分子同愛國軍人來講，波斯呢個名已經同恥辱、殖民地、半殖民地緊緊綁在了一起。佢哋渴望變革，渴望洗刷恥辱，渴望重建一個強大、現代化、能夠與西方平起平坐嘅新國家。喺呢個歷史轉折點，一個關鍵人物登場咗，佢就係禮薩汗。禮薩汗嘅出身非常低微，佢細個嘅時候冇受過乜嘢正規教育，10幾歲就加入咗由俄國軍官訓練嘅波斯哥薩克騎兵旅，做咗一名普通嘅士兵。但係佢身材高大，性格剛毅，作戰極其勇敢，而且非常有政治野心。憑借住自己嘅軍事才能，佢喺軍隊入面步步高升，最終掌握咗這支波斯最精銳部隊嘅實際控制權。在1921年，眼見國家即將崩潰，禮薩汗發動咗一場軍事政變，控制咗首都德黑蘭。佢先係擔任國防大臣，然後做咗首相。到了1925年，佢正式廢黜咗海嘉王朝嘅最後一個皇帝，自己登基稱帝，建立咗巴列維王朝，史稱禮薩沙。巴列維。禮薩沙上台之後，佢眼前面臨嘅係一個爛攤子，國家4分5裂，地方軍閥割據，文盲率高達90%以上，宗教勢力強大，社會極度保守，而且國家財政完全被英國人控制。為咗改造呢個落後嘅國家，禮薩沙決定實行一場大刀闊斧，甚至可以話係粗暴嘅現代化改革。佢嘅偶像係隔壁土耳其嘅國父凱末爾。禮薩沙喺全國範圍內推行世俗化改革，佢強行沒收宗教財產，建立現代法庭去取代宗教法庭。佢創辦咗德黑蘭大學，大力推廣現代教育。佢斥巨資修建咗橫跨南北嘅伊朗縱貫鐵路，將分裂嘅國土聯結在一起。更激進嘅係，佢喺1936年頒布咗強行脫巾令，禁止女性喺公共場合佩戴傳統嘅伊斯蘭頭巾，亦禁止男性着傳統服飾，必須改穿西裝、戴禮帽。如果警察喺條街度見到有女人戴頭巾，會直接衝上去用警棍扯爛佢。呢一切改革嘅背後，都有一個核心嘅靈魂，那就是極端民族主義。禮薩沙需要一種強大嘅精神力量，去凝聚這個4分5裂嘅國家，去對抗西方列強嘅文化和經濟侵略。佢選擇嘅武器就是重塑民族歷史認同。佢要讓全體國民忘記過去幾百年被伊斯蘭宗教保守勢力統治、被列強欺凌嘅屈辱歷史，重新將目光投向伊斯蘭教傳入之前那個無比輝煌嘅前伊斯蘭時代，亦即係古波斯帝國嘅榮光。但係呢度就有一個非常尷尬嘅矛盾。波斯呢個詞雖然喺西方人眼中代表住古波斯帝國，但係喺國家內部，佢其實帶有強烈嘅地方主義同埋排他性。我哋之前提到，波斯其實只係指代法爾斯省，亦即係波斯族。但係實際上，巴列維王朝統治嘅這片土地是一個非常複雜嘅多民族國家。除了佔人口大約一半嘅波斯族之外，境內仲有大量嘅阿塞拜疆人、庫爾德人、阿拉伯人、俾路支人、拉雷斯人等等。如果繼續用波斯作為國名，境內其他佔人口將近一半嘅少數民族就會覺得自己被排斥、被邊緣化。這對於想要建立一個統一、中央集權、現代國家嘅禮薩沙來講，無疑係一個巨大嘅隱患。相反，伊朗呢個名就完美得多。因為伊朗代表住亞利安人嘅土地，喺歷史上，無論係波斯族、庫爾德人定係吉拉克人，佢哋喺語言同血統上都屬於廣義嘅亞利安人後裔。
用伊朗代替波斯，可以淡化單一民族嘅色彩，將境內所有不同嘅族群都圈入同一個大家庭入面，建立起一種超越部落、超越教派嘅大伊朗民族認同。不過，僅僅是為了解決內部民族問題，似乎還不足以解釋點解禮薩沙要在外交上採取如此強硬，甚至帶點決絕嘅態度，要求全世界立刻改口。要明白呢個原因，我哋就必須將視線投向1930年代嘅歐洲，去看看當時正在悄然興起，隨後將成個世界拖入地獄嘅法西斯風暴。在20世紀30年代，納粹黨在德國奪取了政權，阿道夫希特勒上台之後，大肆宣傳佢哋那套荒謬邪惡嘅亞利安人至上論。納粹理論家宣稱，世界上最優秀、最純潔、最尊貴嘅人種就是亞利安人，而日耳曼人就是亞利安人最完美嘅繼承者。呢套理論雖然喺科學上完全站不住腳，但係喺當時卻在遙遠嘅德黑蘭引發了強烈嘅共鳴。禮薩沙和佢身邊嘅民族主義知識分子一聽，頓時覺得找到了知音。佢哋心諗：你哋西方人一直瞧不起我哋，話我哋係落後嘅亞洲人、野蠻人。但係依家歐洲最強大、最先進嘅德國，居然宣布世界上最優秀嘅人種係亞利安人，而我哋呢度先係不折不扣、如假包換嘅亞利安人祖地。我哋嘅國名伊朗本來就是亞利安人土地嘅意思。這種血統上嘅認祖歸宗，為伊朗嘅民族主義者提供了一劑強力嘅興奮劑。而從實際利益嘅角度出發，禮薩沙亦極度需要拉攏德國。當時嘅伊朗雖然進行了各種現代化改革，但經濟同工業依然非常落後。最重要嘅係，伊朗嘅經濟命脈，南部嘅石油依然牢牢掌握在英國人嘅手中。禮薩沙對此恨之入骨，但又無能力直接同大英帝國開戰。為咗擺脫英國同蘇聯這兩個傳統列強嘅控制，禮薩沙採取了第三國政策。佢希望引進第三個強大嘅外國勢力來制衡英蘇兩國。而當時實力迅速膨脹，同時又與英蘇兩國關係緊張嘅納粹德國，無疑是最理想嘅對象。德國對伊朗亦非常有興趣。伊朗擁有豐富嘅石油資源，而且地理位置極其關鍵，是連接歐洲、亞洲同中東嘅樞紐。如果能夠控制伊朗，不僅可以獲得戰爭急需嘅石油，還可以直接威脅到英國在印度嘅殖民統治，以及蘇聯嘅高加索腹地。於是德伊兩國一拍即合，關係迅速進入了蜜月期。大批嘅德國工程師、技術人員、教師、軍事顧問湧入伊朗，佢哋幫伊朗建設鐵路、工廠、港口、郵政系統，甚至連德黑蘭大學嘅很多學科都是由德國教授一手建立起來嘅。在這個背景之下，1934年，伊朗駐德國大使阿卜杜勒·加法爾汗·巴拉曼給德黑蘭嘅禮薩沙寫了一封信。這位大使在柏林深受納粹思想嘅熏陶，佢在信中向沙亞建議，既然德國人現在如此崇拜亞利安人，而我哋國家嘅名字在波斯語中就是亞利安，如果我哋正式將國名更改為伊朗，不僅可以向全世界展示我哋古老尊貴嘅血統，還能極大地促進與德國嘅友好關係，讓德國人覺得我哋係同一個種族嘅兄弟，從而獲得更多嘅經濟同軍事援助。禮薩沙看完這封信之後，深以為然。對於佢來講，這是一箭雙雕嘅妙計。對內，他可以淡化民族矛盾，團結所有族群；對外，他可以向西方列強展示一個全新、獨立、不再任人宰割嘅形象，同時還能與強大嘅德國拉近關係，何樂而不為？於是，在1934年12月，伊朗外交部正式向各國駐德黑蘭使館發出照會，宣布從明年初，即1935年3月21日，這一天正好是伊朗傳統嘅新年諾魯茲節開始。波斯在國際上嘅正式名稱改為伊朗。為了確保外國人能夠理解，伊朗政府還在照會中特意解釋道，波斯只是伊朗國內一個省份嘅名字，用波斯來稱呼成個國家，就好似用蘇格蘭來稱呼成個大英帝國一樣，係極其不準確同不禮貌嘅。1935年3月21日，
歷史性嘅一天到了。波斯，這個在西方文獻中存在了2000幾年，充滿了神秘與傳奇色彩嘅名字，正式在國際舞台上壽終正寢。取而代之嘅是伊朗。但是歷史嘅發展往往不會按照統治者預先寫好嘅劇本去演。禮薩沙滿心以為改個名就能夠帶領國家走向光明嘅未來，但佢萬萬沒想到，這個決定在未來會給國家帶來無盡嘅混亂，甚至差點讓佢自己家破人亡。首先迎面而來嘅是國際社會上鋪天蓋地嘅混亂與尷尬。在當時，大部分西方普通人根本分不清伊朗 （Iran） 同伊拉克 （Iraq） 有乜嘢分別。這兩個詞聽起來差不多，拼寫也極其相似，而且在地圖上還是挨在一起嘅。有很多寄往伊朗嘅外交信件、商業合同，甚至是私人信件，因為郵差分不清，被大量錯寄到了伊拉克。據說當時英美等國嘅郵政部門每天都要花費大量嘅人力去挑揀和糾正這些寄錯地方嘅郵件。更加糟糕嘅是，改名之後，伊朗人發現自己失去了一筆無法估量嘅文化軟實力。在西方世界，波斯這兩個字代表嘅是人類文明嘅瑰寶。大家一聽到波斯，就會聯想到精美絕倫嘅藝術品、偉大嘅文學、悠久嘅歷史。但是伊朗呢？在西方人眼中，這是一個冷冰冰、毫無歷史溫度，聽起來甚至有點生硬嘅地理名詞。當一個西方人想買一塊高檔地毯，佢會指明要波斯地毯，但如果商家同佢講這是伊朗地毯，佢可能就會猶豫，覺得這是不是什麼廉價嘅仿製品。當一個愛貓人士想買一隻名貴嘅貓，佢會找波斯貓，而絕對不會說自己想養一隻伊朗貓。波斯嘅詩歌、波斯嘅庭院、波斯嘅歷史，這一切建立在波斯這個名字之上嘅文化光環，在改名之後，似乎一夜之間與伊朗這個新名字產生了斷裂。更具諷刺意味嘅是，禮薩沙辛辛苦苦想要討好嘅納粹德國，最終不僅沒有成為伊朗嘅救世主，反而成為了巴列維王朝嘅催命符。1939年，第二次世界大戰爆發。雖然伊朗在戰爭爆發之初就立刻宣布保持中立，但是禮薩沙私底下與德國那種曖昧密切嘅關係，讓同盟國坐立不安。1941年，納粹德國撕毀蘇德互不侵犯條約，悍然入侵蘇聯，蘇聯頓時面臨亡國嘅危機，急需同盟國嘅物資援助。而英國援助蘇聯最安全、最便捷嘅通道，就是穿過伊朗嘅鐵路。亦即是禮薩沙之前修建嘅那條縱貫鐵路，但是當時伊朗境內依然有成千上萬嘅德國技術人員和間諜，禮薩沙亦拒絕了英蘇兩國要求驅逐德國人嘅最後通牒。在英蘇兩國眼中，這條生命線絕對不能掌握在一個親德嘅獨裁者手中。於是，在1941年8月，英國同蘇聯聯手，在沒有宣戰嘅情況下，突然從南部和北部同時入侵伊朗。禮薩沙辛辛苦苦建設了10幾年，號稱現代化嘅軍隊，在英蘇兩軍嘅夾擊之下，僅僅抵抗了3天就徹底崩潰。1941年9月，禮薩沙被迫宣布退位，佢被英國人強行逮捕，流放到南非嘅約翰內斯堡，並在3年後在那裏孤獨淒涼地死去。取而代之登基嘅是佢年僅22歲嘅兒子穆罕默德·禮薩巴列維，亦即是伊朗歷史上嘅最後一位沙亞。小沙亞登基之後，面對嘅是一個被英蘇美三國軍隊實際佔領、經濟崩潰、政治動盪嘅爛攤子。在經歷了戰爭嘅洗禮和動盪之後，伊朗政府內部開始反思當年禮薩生硬性改名嘅決定。大家發現，改名不僅在國際上造成了極大嘅混亂，讓伊朗在外交上處於孤立，而且嚴重損害了國家嘅文化形象。特別是隨着冷戰嘅開始，伊朗需要重建與西方國家嘅緊密關係，而波斯這個名字無疑是拉近與西方人心理距離嘅最好工具。於是，在1959年，在小沙亞嘅主持之下，伊朗政府做出了另一個重要嘅折衷決定。伊朗政府正式宣布，在國際外交與正式政治場合，伊朗依然是國家嘅唯一官方名稱，
但是在文化、歷史以及非正式嘅日常交流中，波斯同伊朗這兩個詞可以互換使用。外國人繼續用波斯來稱呼這個國家，亦完全是合法同可以接受嘅。這個決定在一定程度上解決了由改名帶來嘅文化斷裂問題。今天，當我哋翻開世界地圖，看到的官方國名是伊朗伊斯蘭共和國。1979年嘅伊斯蘭革命雖然推翻了巴列維王朝，將國家從一個世俗君主國變成了政教合一嘅國家，但是新政權並沒有將國名改回波斯，因為伊朗這個名字已經深深地植根於現代這片土地上各個民族嘅認同之中。回顧這段歷史，波斯在1935年改名做伊朗，表面上看起來只是一次簡單嘅外交更名，但其實它是現代中東歷史上一個古老帝國在面對西方列強衝擊、地緣政治夾縫求存時所做一場極具悲劇色彩嘅自我救贖與掙扎。禮薩沙試圖用一個新名字去掩蓋國家百年落後嘅屈辱，去強行拼湊出一個現代民族國家嘅幻象。但歷史證明，一個國家嘅強大與尊嚴，從來都不是靠改一個名字或者去迎合某種外在嘅強權就能夠輕易獲得嘅。它需要真正嘅內部凝聚力，需要對自身多元文化嘅包容，更需要建立在和平與正義之上嘅現代化發展。下一次，當你再在新聞中聽到伊朗這個名字，或者在博物館中看到那些精美嘅波斯藝術品時，不妨回想起這段1935年的往事，那個曾經在戰火與屈辱中掙扎，試圖通過改名來改變命運嘅古老高原，他所經歷嘅滄桑與抉擇，其實一直都卡在波斯與伊朗這兩個名字交替嘅歷史密碼之中。